大家好，我係忍者。2017東番最具話題性嘅黑馬動畫《Kemono Fans 動物朋友》響完結後嘅而家，仍然有好多關於呢部作品嘅新聞。今次就同大家講下，到底呢套動畫有咩咁特別，由冇人睇變成大熱門，成為動畫奇蹟啦！すごい！動物朋友嘅故事好簡單，主角背包無端端響草原入邊醒返，失憶又無助嘅佢遇到一位由動物變成人形嘅朋友手貓。佢話俾背包知呢度係 Zapali Park 嘅大草原，仲問佢係咩動物朋友，但背包唔知自己係咩，於是手貓就建議佢去圖書館查下，然後兩個人就一齊出發。旅途入邊遇到唔同嘅動物朋友，直到背包知道自己係咩動物。呢個輕鬆愉快嘅故事帶出顯淺易懂嘅道理，人與人嘅相處可以好簡單，每個人都各有所長，只要互相信任、互助互愛，就會帶嚟好結果。就咁睇呢套動畫，無論人物、畫面設計、劇情都好簡單，節奏又慢，再加上大量新人聲優而帶嚟嘅判讀問題，結果就好似介紹動物嘅兒童節目，完全唔似一套深夜動畫，搞到好多人睇咗一兩集就棄番。但點解呢套動畫越後越多人睇，仲成為近年少見嘅熱潮作品？其實呢套作品嘅成功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原因：幕後人員嘅用心製作同觀眾嘅熱情回報。所謂幕後人員嘅用心，並唔係將世界觀同劇本搞得好複雜，相反佢哋仲抱住開放自由、諗到就做嘅態度，將複雜簡單化，希望大人細路都啱睇。而成個計劃嘅設計概念係由出名創作《騎囉囉軍曹》嘅吉崎觀音某次去動物園所產生嘅靈感。佢希望透過創作令更多人去了解動物，不過世上動物何其多，設定一個固定嘅劇情框架，似乎會令動物嘅出場有限制。於是佢決定唔限制世界觀，集中專注角色創作上嘅細節。所以動畫、漫畫同手遊嘅世界觀都有少少唔同。順便提提，手遊響動畫播放之前就已經結束營運，都係一個令人唔睇好呢套作品嘅原因。吉崎佢響捕捉外形特徵、角色性格上面花咗唔少功夫。而聲優亦都選擇同角色印象比較夾嘅人選，所以有唔少新人聲優參與。另外，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有部分角色嘅眼神係死魚眼，其實反映現實中已經滅絕或者未確認嘅生物。而動畫入邊每位動物朋友出場嗰時，除咗基本介紹之外，仲會電話訪問現實中嗰種動物嘅自育員，由佢哋介紹更詳細嘅資料，甚至日本冇嘅物種都會訪問外國嘅動物園。可以睇出監督 Tatsuki 熱愛動物之餘，亦都花唔少心機去令觀眾了解更多。而動畫嘅劇本雖然簡單，但背後暗藏唔少伏筆，例如時不時有廢墟場景出現，角色之間嘅台詞充滿暗示，仲有片尾曲嘅廢墟畫面，為簡單嘅作品增加神秘嘅吸引力。再配上洗腦嘅主題曲，令人越睇越深陷其中。其中主題曲都算係近年嚟講非常特別嘅作品。除咗有分析指出作曲格式與眾不同之外，仲成功參加 Music Station 呢個出名嘅流行音樂節目。既然幕後落咗咁多心機，眼尖嘅觀眾又點會留意唔到？透過佢哋熱心推廣同分析各種細節，成功吸引大量注意。而簡單故事同神秘伏線嘅反差，亦都成為話題，繼而引發追番熱潮同埋集體智商下降。動畫播放第5話之後，網絡上嘅播放數就突然暴增，觀看人數都不斷上升，打破影片網站 Nico 嘅多項紀錄，由谷底反彈到破紀錄。呢股熱潮更加蔓延到現實嘅動物園，令到動物園嘅遊客數量增加，甚至有動物園進行合作宣傳計劃，將動畫角色嘅展板同代表動物放埋一齊，結果發生唔少趣事，例如有企鵝迷上展板而茶飯不思等等嘅有趣事件。其實以動畫內容嚟講，無論劇情、故事、畫面，全部都係一般水準。單單評價動畫嘅話，我會俾4分，係有興趣先會睇嘅作品嚟。始終有更多內容畫面更好嘅輕鬆治癒作品。不過佢為現實世界帶嚟嘅影響，超越咗好多近年製作精良嘅一流動畫。而成功同動物園合作之後，會吸引到更多唔同層面嘅觀眾，引發更多創作。喺呢方面嘅額外加分，令到呢套作品可以有8分。動物朋友可以話係動畫史上少見嘅奇蹟作品，呢一切都係因為幕後用心製作，觀眾睇得開心就熱情回報。某程度嚟講，動物朋友嘅成功其實係同好多突然紅起嚟嘅同人作品一樣，例如初音、東方、南良等等，經過好多欣賞呢套作品嘅人熱心推廣同埋創作，而好多人都好似動物朋友嘅角色咁，相信人性嘅善良面，願意幫助其他人，為更美好嘅世界獻出一分力，於是造就呢套動畫嘅成功。喺呢個世代真係唔可以睇小網絡嘅力量。
今次就講到呢度，歡迎大家留言討論同提議有咩作品係希望我去點評一下。有興趣嘅朋友記得讚好支持同訂閱我嘅 channel 啦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